至少不喜歡作文的我，每次作業都問他如何，因而我虛荒編織內容，有次題材什麼都遺忘，竟將貼手表由泥用，全真實內容真不謊，四福音各有受眾因，互作證無需雙方，也因他親身作證說，不單他自己在還有，苦痛於此，我的愛子。微風細雨感受濕度，又見推輪椅的無知，再忘記他離去遠處，夢中抱白熊像孩子。親身作證說，不單他自己在還有，苦痛於此，我的愛子。微風細雨感受濕度，又見推輪椅的無知，再忘記他離去遠處，夢中抱白熊像孩子。臨到憂傷痛悔之人，因你絕不